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我是太平洋专一的居民物理的注册建筑师。在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呢，还是一样，请大家帮我们做4件事情，好不好？给我们点赞，给我们留言，然后分享我们的视频给你的朋友。而且呢，请你尽量不要忘记的订阅我们，只有你订阅了我们呢，然后以后就不会再错过我们其他的视频了。好，今天跟大家讲的 topic 呢是有关上一次的一个视频的。上一次我做了视频讲关于屋顶，就是那个屋架用什么做了那个选择，不同的屋架是那个斜坡的 gable 的，或者 hip roof 的还是平顶的那种屋顶了哈。那今天呢讲一些有关这个题目的，就是既然我们想了那个设计屋顶的设计的话，那我们用什么材料呢？屋顶上面的材料呢？今天我说一下，是我可以为我的房子选择什么类型的屋顶。也不会说很特别的分类，我大概我们在讲的会是说夏威夷里面比较我们能看到的就宽一点、普遍一点的材料，然后简单说一下好处不好处这样子，好吧？那第一种呢，最 common 也是最多人用的，你一开车在那个社区里面都会看到的，就是沥青瓦。或者是英文是叫 asphalt， 就是沥青。沥青就是我们平常看马路上面看到那种黑色的，就是沥青。沥青瓦就是用沥青压缩种成一片片的一种，好像一片瓦片一样附在那个房子上面的，那个是最精致，也就最便宜啦，最便宜而且最耐用，因为它的寿命大概都有20年。可以去到20年，所以是很受欢迎。所以为什么你看到有那么多人都会在用？而且呢，在以前刚那个产品出来的时候，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哇，大家觉得那个 product 那个产品非常好，又很 clean 而且又很容易，又便宜，又容易安装那个的确是好看的。但是当然呢，当所有的人都在用同一样东西的时候呢，你就觉得没那么好看，因为大家都在那个视觉上面的感觉都已经麻木了，大家都用同一个嘛，对不对？所以呢，那个曾经呢是的确好看，但是现在就大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呢，沥青瓦还是一个很普遍、很好用的产品。但是沥青瓦需要呢，最起码需要 212 2x12的2:12的那种屋顶的斜坡度才能用低于22的话，换句话说，如果是平顶的房子，上次我说过平顶房子的话，你就不能用沥青瓦。OK， 你就不能用那个 asphalt shingle。OK， 那如果你在平顶的房子，那要用什么用沥青做的材料呢？那个我们叫 build up roof， 就是那种组合屋顶。就是事实上怎么 build up roof 呢？就是把真的好像你看到有些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过，你看到人修路的时候，你经过的时候很臭的，闻到一个很臭的沥青的味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们在旁边看到有炉头在煮把那个沥青煮的溶解，变成好像一个浆糊一样的。真的是这样子，做屋顶也是这样子，把沥青煮的浆糊一样，然后呢用那个拖把，你家里那个拖把真的是用拖把站上去，好像写书法一样，就拖在屋顶上面，然后冷却以后就变成一个 roofing， 那个就是那个是沥青的 build up roof， 那几层你涂上去几层这样子就做成屋顶了。那个是以前最旧做法是沥青的，然后呢当然也有另外一个了，也是好像 asphalt shingle 那个沥青瓦类似的，它不叫沥青瓦，叫 cap sheet。它是沥青的产品，只是它做成什么呢？沥青瓦是一块一块比较小一点的，但是它这个 cap sheet 呢是怎么样？是一转，好像地毯一样，很打卷的，那直接就在那个屋顶上面铺开，然后接口等等，就是好像做地毯一样。当然呢，他们有他们的做法，那就做成是平顶的，那个叫 cap sheet， 或者叫沥青盖板。沥青盖板的做法，那这是一种这两种呢，因为沥青说到底是真的是很便宜的一个产品，所以呢，对在市面上那个行业上面呢，的确占了很大的部分，因为那个成本的缘故省钱。好，第二个呢是除了沥青产品以外，沥青屋顶以外，另外是金属了金属的屋顶。金属屋顶呢，一般我们讲的是铝合金屋顶。铝合金屋顶呢有几种呢？叫最普遍那就有2种，最多人用的是叫那个 metal standing seam， 他们叫立缝，这个屋顶的那个金属的立缝顶 ，OK， 立缝的屋顶，就是因为呢那个屋顶是什么？这一块板大概怎么宽？然后呢，两边也可以一条长形的，两边是翘起来的。然后呢，安装的时候就一块盖一块连在一起。
不用打钉，什么都不需要，就钉在一起，所以是非常好一个。这个呢叫 standing seam 的 roof 呢，不管是在斜顶的屋顶到平顶都能用。为什么？因为呢那个 standing seam roof 它最小的斜坡度是半寸 half inch， 半寸比12就可以安装，所以平顶的 roof 也可以安装 standing seam。这个是好处来的。那还有呢 ，standing seam roof 有一个更大的优势，就是刚才讲的，因为它是立缝，它是有个 rib 在上面这样子哈。这个 rib 呢，用来什么用处呢？就是以后如果要安装太阳能板，不管是太阳能电板或者是水板，他们呢可以直接用个 clamp， 用一个夹子，就夹在下面，就不用打穿那个 roof 来安装。那其他的 roof， 比如说 asphalt shingle， 当你安装太阳能板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跑不掉，就需要打穿那个 roof 来安装他们的那个脚，那个支架。那凡是这一种做法呢，以后就增加它漏水的机会。但是如果你用 standing seam 的话，就没有了这个问题。当时呢，也有一个不好处，就是有些人 complain 说，做这个 standing seam roof 呢很吵，声音很大。什么时候声音很大呢？下雨的时候，因为水打在那个铁板上面呢，这声音很大。但是怎么解决呢？但有解决方法，就是在我们比如说在那个屋顶上面的木板，我上一次讲过嘛，木板上面是做屋顶哈，你可以先加一个2寸左右的一个泡沫，给硬的那个泡沫板加在上面，然后才做屋顶。那好处，这个泡沫本身就是一个 insulation 隔热的，而且呢也隔声音。所以呢，如果你装了这个泡沫之后，2寸左右的厚的泡沫，再装屋顶的时候，下雨的声音呢就会直接给隔在那个泡沫外面，就传不到房子里面。那你在家里面就不会听到下雨的声音。那这个是个解决的方案，也是做法来的，在行内也有也知道这个做法。而且呢，不管是在斜屋顶或者是平屋顶都可以这样做。这个是做那个 standing seam roof 的。除了金属的那个 standing seam roof， 还有一个呢叫金属瓦，给 metal tile 金属瓦片，就是外形呢看上去就是瓦片一块，只是里面就是空心，这是我们瓦片是这样厚，对吧？一块瓦片这样厚，但是呢，它里面整个是空心，只是一个壳一样的。好处是外观看上去跟瓦片一样，但是里面就是空心很轻。整个金属瓦片很轻，而且很耐用。只是价钱也比较贵，而且安装人工比较多，需要一块一块装。那个也是有这个产品，但是呢，我所知道的用金属瓦片的人还是没那么普遍。那取了金属瓦片去的那个沥青瓦片的，另外一个就是 vinyl， 是塑料。那塑料不是瓦片塑料这个材料是用来代替沥青盖板的。就是刚才我提到那个沥青的 cap sheet 利用材质的，它也是一样，只是用塑料，就是很厚的，用塑料卷起来，就好像也是地毯一样了，一大卷，然后在屋顶上面铺上去的，也铺出来。那个也是用来做 flat roof 的时候才用。那个斜屋顶呢，不会用这一种 roofing， 不适合斜屋顶用。那说到这里呢，后面的再有你2个 roofing 呢，都是只在那个斜屋顶用的，那个平屋顶不能用的那2个是什么？一个是粘土或者岩板或者是混凝土水泥，就是我们叫什么粘土，就是那个 clay 的，或者是 slate 就是自然的那种石头了，等于是 slate tile， 还有 concrete 混凝土这3种利用材料，他们都有出了很多的 tile， 所以有 clay tile、slate tile、concrete tile。什么西班牙 tile 这个瓦片日本瓦片日本瓦，或者是 Monier tile， 这个Monier 是个牌子，就是水泥的瓦片他们呢都是很 popular。这种产品的好处就是很漂亮，做出来的形状很漂亮，很有质感，远处一看很高档，感觉是很高档。可是呢，唯一不好处呢是，当然它价钱也贵，安装的人工也贵，运输的人工也贵，然后呢到在设计上面呢。因为它很重的缘故，所以呢，做那个镜支架、做那个横架的时候呢，你需要让那个做横架的公司知道，我会用那个 ceramic tile 或者是 Monier tile， 那他们需要增加那个物架的那个强度。这个是需要知道的但是那个瓦片在 flat roof 当然那就不适用了瓦片不能用。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虽然也是用在斜屋顶用的，就是什么呢？是木头的屋顶木头屋顶有2种了，就是木瓦，就是用shingle 木瓦片shingle， 或者是另外一种呢叫 cedar wood 的瓦片，那什么英文是叫 shake， 但是呢
shake 跟 shingle 事实上是类似的东西，在中文我们基本上我找不到有什么不同的名字去称呼它，事实上也是叫瓦片。那种但是那种呢是真的用木头来做的，那木头做了那种 shake 或者 shingle 呢，好处是它的那种看上去很有美国以前的旧的房子、旧的那种款式的那种感觉。的确，已经旧的我们稍微的旧的房子也有用那种 shingle， 但是因为木头的那种瓦片不好的地方是它会就是因为是有机的东西嘛，它太阳晒啊、雨淋啊，然后还有会生像那个青苔啊、生猫，或者是直接有白蚁。所以呢，现在来说呢，现在越来越少人会用真的木头的那种 shingle 或者 shake。或是越来越少人用了，现在是，但是有没有人有很特别的地方啊，或者很特别的一种的品味的一种的设计才会用到这种真的木头的shake 跟 shingle。当然这种呢在平屋顶呢就更加不适合，就不能用了哈。那基本上就是有几种的哈，我刚才说5种的哈 ，asphalt 就是那个沥青啦、金属啦、塑料啦啊，然后那个水泥材质的，还有那个是木头的哈。那如果在选择上面呢，要怎么选去用哪一种的材料做你的屋顶呢？那说到底还是2样哈，一个就是成本，一个是美观。你哪一个先走哈？成本差多远哈？比如说最便宜的是沥青，然后有金属，那两者之间差的价钱是多少？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不是每天去找价钱的人，所以那个要 contract 才能知道。但是呢，单比如说屋顶的价钱的那个上差的话，在长远来说哈，你上一次的我那个视频也说了，你30年的 mortgage 下来，你可能你讲的那个 price difference 是几万块嘛，30年下来的话，你根本是每个月的你的 mortgage 里面根本显示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分别。所以呢，你另外一样就是美观了，就是就是你的房子现在是什么样子的。那个设计，当然，如果你是斜屋顶的话，那你就更多的选择，4个不同的选择都可以。但是如果 flat roof 的话，你的选择就比较小一点。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了，好，在我们完结之前，请大家还继续的给我们点赞、留言、分享给你的朋友，而且呢，千万要记得，请大家订阅我们，你订阅我们以后，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的其他的视频了。谢谢大家。